来乡亲啊，继续过来看阿里山顶让30年，过来开新饭店，但是住2暝3工，竟然要将近7万块，这敢有合理的？这间叫做阿里山英迪阁酒店，有民众228的年假，请朋友帮忙订3工2暝，接到饭店来报道，惊倒人哦！无含早顿甲暗顿爱6万1，若是含早顿甲暗顿爱6万9千外。第一时间甲朋友来联络，朋友讲吼，因订这个平常日啊，2个暗暝才2万6五。哦，这个假日啊，甲平常日啊，计数哪会差这尼啊多咧？退房的当天，这个民众阁甲柜台来反映这个计数的问题，柜台才甲回讲哦，混唔对去咯，含早顿才2万3千块，伊才哄一个，怀疑讲当初入来住的时阵，哄就地起价。都是饭店根据着家己所占的优势，甲这个计数额甲真无合理。饭店是来补回讲，这个房间计是浮动的计数，饭店计数的时阵，嘛已经退还5000外块互人客咯。房间内光线真好，阁会使看到真水的出入。这是经过30冬，阿里山才阁有的新饭店开幕了，有真日游客去体验。因无进前有人住啊规巴都火。有提出3工2暝，包括早暗顿，都要6万9千块的发票。当时周小姐甲因朋友约好啊，为台北去家己佚佗，真无简单透过关系订3间房间。到饭店的时有甲问计数，柜台人员甲伊讲，干那每一间房间计数就超过6万1，若是包括早暗顿以周小姐4人房来算，费用将近2万块。所以讲，这选饭店的专案6万9千块，包括早暗顿。大入了人工建设，和伊所想的无共款。有人讲，平常时2暝厝价只要1/3的计数，这一步问相关的价差的时，结果得到的答案呢，非常的硬气。因为饭店人员向解释讲，经过查询了，有看到当时订房资料是订2万3千块，包括早顿，抑过无包括15%的税这个专案。而且讲，这个房间计数是浮动的，随时会变动。一日听到了，会感觉有够生气。人讲安尼无合理，感觉这间饭店是伫乌白化价。国际饭店的价格其实就像机票一样，越靠近出发日期的话，价格越贵。价格跟他官网签价是一样的，那客人也是同意了、签署了，我们才会帮他办住房的手续。都开幕无偌久，就拄到消费的纠纷。为了这个名声，业者亲身的说明，更加强调讲，差价已经退互伊啊。6万块，有其他的选择。假日加价是应该的，但是，如果说是有价格标到很高，那我也不能接受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个案，因为也有其他的人客以1暝11万伫住，是讲住了后嘛感觉无理想。虽然讲这个饭店的计数，民众会使家己拣，只是讲伫这贵情形下，敢会当互消费者感受到有这个价值的享受，这恐怕是业者需要拍拼的代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